来看台北市大安甲信义分局，昨小连续爆出讲有派出所在偷去无，发现讲查某便所内底放装小型的摄影机，嫌犯拢是警察。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和是要求讲，今仔暗时10点进前，所有的派出所拢要完成反偷窃的检测。类比式的侦测设备去做讯号的类比讯号的。手提侦测器，把便所的门撒开，内底外口拢详细检查，都惊内底有藏微型的摄影机。警方雄雄大动作做检测，是因为警方搁逼出买台。台北市的2间派出所，伫短短1天内，拢发现当地查某便所有偷窃的事件，而且涉案的人竟然是保护百姓的警察。警察局啊，出现偷拍不是就很奇怪的事吗？就会辅助员嘛，然后就看能不能先逃离。对，我现在都不太会在公共场合上课，我觉得会害怕这个问题。就连警察局的便所嘛变甲真危险，毋但警察家己去便所无安全，就连去报案借便所的民众嘛想袂到讲，伫公家机关便所性温书会有风险。即马这个代志逼出来，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和下令，要求下底各单位19暗时10点进前，都要完成微型摄影机的检测。各单位都在侦测中，目前还不晓得，要看各单位侦测的进度。虽然警方过去嘛有做检测，不过拢是无定期咧进行，都可能会互有心人士受坑受胖。未来建议改用定期检测。微型的摄影机因为真细台，种类阁袂少，要防范是不哩困难。警方嘛讲，民众甲警察来比，因为欠缺检测的设备，凭家己的力量，若要找到微型的摄影机，事务上嘛无简单。出门去便所若有疑虑，建议会当甲粪扫人，抑阁有吸马桶的等等可能会藏微型摄影机的物件刷位。不过，这种自保的方式，哪像相对较被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